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3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10节到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40节到52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名。到底上帝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个诫命内底，咧讲到守安息日。这个守安息日的目的是要创啥物货？我想这是咱来思考的吼。过去犹太人、法利赛人为着守安息日这个守节有产生侪的问题。甲耶稣有真大的这个argu伫迄个所在。伫圣经源头起先讲到10条诫的中间，有互咱两个原因。这两个原因无共款的解说。第一个是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11节。我来读这个经文啦吼。就爱接受安息日做圣日，你有6天通好工作，第7天是分别归做上帝的安息日。这一天无论你的儿女、女婢、精生，也是寄卡的，拢袂通做工。我耶和华上帝6天创造天、地、海，甲其中的万物，第7天休困。因为安尼，我想视安息日定做圣日。伫第11节，伊安尼讲，因为6日的内面，上帝创造天地甲所有的万物，所以第7日设立这个安息日，无搁做工。所以人就爱来守这个节来做圣。这是伫出埃及记咧讲到第一届讲到10条诫的时阵。所以安息日其实是咧纪念上帝的创造。第7日上帝安息，所以就爱守这个安息日。另外一位讲到10条诫是伫申命记第5章的所在。12节到15节，伊安尼记载讲，着守安息日掠伊做圣，照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命令你的。6日内着磨一切的工，独第7日的时，着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安息日。即日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、奴仆、女婢、牛、驴、精生，一直踮伫恁中间的出外人。一切工拢袂通做，互你的奴仆、女婢，通亲像你得到安息，这是足重要一句话啦吼。你也着记得你前伫埃及做奴仆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宽容的手来伸出的手骨带你来对遐出来，因为安尼耶和华你的上帝命令你守安息日。因为上帝用大宽容的手骨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所以因为安尼，就爱纪念上帝的恩典。这是15节所讲的，你着记得你前伫埃及做奴仆，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宽容的手伸出这个手骨来带你对遐出来。因为安尼，就爱纪念上帝恩典来守安息日，是为着要纪念上帝大宽容的手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所以纪念出埃及这项代志，互以色列人会通得到安息。虽然守安息的原因无共款，但是迄个背后的对象却是共款，就是因为上帝的名。因为上帝创造6天，第7天休困。因为上帝出大宽容的手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
互因对罗卜的地来得到安息，所以就爱守安息日。这个对象是同款的，因为上帝的名。亲像咱对守安息日的界面中间，咱真清楚知，咱袂当亲像法利赛人安尼同款，为着守节来守节，爱非常明白守节的目标甲对象。守安息日毋是为着这个节日，一个礼拜的第7天，也是讲咱爱会记节，也是讲要提醒咱，这个节期的后面是因为上帝的名，因为上帝的创造，因为上帝的带领。以色列的法利赛人，伊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，因就讲是先知吗？是基督吗？伊拢质疑讲，这个小小的城市哪有可能会出先知，佫会出基督咧？包括尼哥底母等这的正义之士，因反对法利赛人的质疑。因讲无大声听人的话，来知伊的所行，咱的律法减有定伊的罪吗？咱的律法有容允做即款的代志吗？敬拜上帝的人应该爱尊重上帝的名。真无即个斟酌就来定人的罪，是违背上帝的名。这是尼哥底母甲因一群正义之士所坚持的态度。但是法利赛人甲伊遐的同一群的人，却因为这的事来质疑上帝的名，因为因坚持家己的想法。先知是要来传达上帝的话，要来彰显上帝的名。基督也是用上帝的名所赏赐册牌的拯救，好认基督的身份，拒绝先知，好认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就是好定上帝的名。相反，无论咱伫咧论守安息日，还是讲其他的节期的时阵，逐项的礼拜。咱的目标拢爱为着学乐荣耀上帝的名，是敬拜上帝来的。如果咱用袂清楚，比如讲一个礼拜敢若咧表演的，一个礼拜袂记这是爱用礼拜做中心，顶悬伫遐咧办仙，安尼就是得罪上帝的名，袂记这上帝的名。安尼，咱就甲这个法利赛人同一样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10月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第23章的10到13节，约翰福音第7章的40到5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名。我们要去思考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？犹太人当中的法利赛人非常坚持要守安息日。那守的目的是为了守这个节日而守呢，还是有更重要的目的跟对象？有2个不同的记载跟解释关于安息日，都是关于十诫的记载。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8节到第11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，你有6天可以工作，第7天分别归我为安息日。这一天，无论是你、你的儿女、奴婢、牲畜，或是侨居的外族人，都不可工作。我上主在6天里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万物，但第7天休息，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11节这样说：因为6日内耶和华创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7天休息。
因此我上主赐福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个非常清楚的，就是为了要纪念上帝的创造，因为上帝在第7天安息了，不再创造，所以要守这个节日来纪念上帝的创造，不是为了纪念创造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继续说。申命记第5章第12节到第15节是第2个地方提到的这个10诫的诫命。那这个当中安息日他说，你们要守安息日为圣，照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，6日内你可以做一切的工，不过第7天呢，要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为安息。这一天呢，上帝要纪念上帝用大能大全能的手来带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地。耶和华上帝用大全能的手伸出来带你们出来，因为这样子耶和华你的上帝命令你守安息日。15节很清楚说，你当记得在埃及为奴的日子，耶和华你上帝用大全能的手伸出来带你们出来，因为这样子要守安息日。所以要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为奴之地出来得到安息的日子。这2件事情原因不同，理由不同，我们说的 context 不同，可是背后的对象是一样的，都是上帝的名。因为上帝创造的原因，所以我们要纪念他的安息。因为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，这样的恩典，所以我们要守安息日，为了上帝的名，为了纪念上帝的全能，为了上帝让我们得到安息。守安息日的原因虽然不同，但对象是一样的，上帝的名。如同我们守安息日的诫命，不是为了这个守节而守节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坚持啊。我们要非常明白的守节的目的以及对象。守安息日不是为了这个节日，不是为了一个礼拜的第7天，应该是为了要提醒我们，当要纪念上帝的名，因为他用他的名来带我们出了我们为奴之地，带我们得到安息。以色列的法利赛人，他们质疑耶稣基督的身份，他们说是先知吗？是基督吗？他们都质疑上帝所差遣的耶稣基督，他们说这个小城怎么可能有先知有基督呢？但是包括尼哥底母以及其他一些正义之士，他们反对法利赛人他们的质疑。他们说，我们的法律容许在没有听口供或查明真相之前定人的罪吗？敬拜上帝的人应当遵从上帝的名字，不可以轻易定人的罪，这个就是违背上帝的名。这正是尼哥底母跟他的一起的正义之士他们所坚持的态度。然而法利赛人和他的同伙们呢，对事情的质疑并不是为了上帝的名，而是为了他们自己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先知其实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名，基督也是因为上帝的名所赐下的救恩，所差派来的拯救。否认了基督的身份，就是否认了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就是否定了上帝的名。相同的，无论我们是在守安息日啊，或是有其他的节庆啊，以我们现在来说，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礼拜，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礼拜的目的跟对象啊，比如说什么结婚感恩礼拜啦，什么感恩礼拜啊，或是献堂啊，那这个当中我们的对象是荣耀上帝的名，
千万不要沦为大家上台秀的一个舞台。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台上排了一大堆人，节目单上面满满的都是名人人名，这个已经都是偏了方向。我们的礼拜就是礼拜，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的名，是为了要赞美上帝的名。如果我们弄不清楚这是为了上帝的名而存在，或是说的礼拜的目的的话，那就是得罪了上帝，我们就是回到2000年前变成法利赛人了。